来到勾勾公好坊，我是怡姐，我是敏华。怡姐，我跟你说，我最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吃太多的盐葱或者是哈姆等等的加工肉品，很可能会致癌哦。盐葱就是香肠没有错哦，包括了香肠还有火腿这类的食品呢，吃多了都容易增加大肠癌罹患的几率。为了要避免癌症罹患的几率，最好是避免这些食物。刚刚提到的癌症就叫做癌症，癌症就是癌症了。那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也提到了哈姆还有盐葱等等的加工肉品要少吃之外哦，现在连红肉都被列为是次高的致癌物哦，所以最好呢还是吃像是鱼啦、白肉等等是比较健康的哦。刚刚说到的哈姆就是火腿了。哈姆就是火腿没有错哦。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就是香肠是加工肉品。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盐葱黑加工高筋肉皮，盐葱黑加工高筋肉皮。怎么样吃才健康？今天勾勾公哈发带你好好看看哦。哦，肚子超饿的啦，终于可以吃饭了。哇，今天有盐葱，我最爱吃盐葱了。盐葱不要夹那么多，夹太多了啦。不会啦，这样刚好。我跟你说，你应该多吃一点绿色的蔬菜，这样比较健康。加工肉品不要吃太多啦。我讨厌吃青菜，我肉食主义者。我们快结账，走。你也太夸张了。哇，你这便当也太可怕了吧！你看有盐葱，还有哈姆，还有热狗，太多加工肉品了啦。不会，我爱吃。你小心哦，这样很容易得到癌症哦。你应该要多吃点蔬菜。有啊，我有吃青菜啊。你看，这个不都是吗？你那青菜才2、3片而已，这个给你。我觉得这些加工肉品，大家以后还是少吃为妙吧。真的，除了少吃加工肉品之外呢，最好是多吃蔬菜水果哦，比较健康。所以今天呢，这些和你我健康息息相关的客家话得要牢记，赶紧帮你复习。首先呢，香肠就是盐葱。盐葱就是香肠了。我们说到了加工肉品，除了盐葱之外呢，哈姆、火腿也是哦。哈姆也是加工肉品之一哦。为了要避免癌症罹患几率的提高，一定要避免这些加工肉品的摄取哦。癌症呢就叫做癌症，癌症就是癌症了，没错。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客家话呢，就是香肠是加工肉品。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盐葱黑加工高筋肉皮。盐葱黑加工高筋肉皮。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告诉你吃怎么样才会吃得健康哦。我们下次见，拜拜。